呢度係屏山古物古蹟辦事處，喺呢一度開闢咗一條文物徑，等我哋可以多啲了解到香港早期居民嘅生活。我哋仲邀請咗對新界古村好有研究嘅麥先生，為我哋介紹下呢度周圍嘅環境。呢度就係書室，以前啲人就喺度讀書噶啦。以前比較大嘅新界村落都會有書室嘅設立，俾村裏面嘅子弟好好學習，考取功名。雖然以前啲課室環境冇而家咁好，不過啲學生就好認真咁讀書噶。鄧小姐，前面嗰座就係青山，屏山人呢就叫佛面山嘅。啊，點解嘅？嗱，你話佢打側睇似唔似一個佛面啊？嗱，有幾似喎。所以啲屏山人咪叫佢哋佛面山咯。哦。佢哋相信喺座山對面起間廟就最好風水噶啦。平時都有好多人嚟呢度拜神噶。廟裏邊供奉咗唔同嘅神明，好似南宋嘅忠臣侯王楊亮節，同埋觀世音大士等等。嗱，鄧小姐，呢度就係祠堂啦。咁祠堂對出呢片空地咧，以前係攞嚟打穀嘅，不過而家就變咗停車場啦。啊，鄧小姐，不如我哋再過嚟呢邊睇睇啊！好醒啊，鄧小姐。得啦，唔該。咁呢片地咧，以前係耕地嚟嘅，不過而家都冇人攞嚟種嘢噶啦。鄧小姐，呢度就係祠堂啦，不如我哋入去睇睇啊。好啊。屏山人呢係非常重視祖先嘅，所以呢祠堂亦都起得特別大噶。啊，真係起得又大又靚喎。係啊。每次祭祖咧，都會有好多人嚟參加嘅。你知啦，敬祖係我哋中國人嘅美德，而啲屏山居民呢，就一直都堅持呢啲原則噶。麥先生啊，咁啲屏山人嘅祖先係唔係香港土著啊？唔係，佢哋嘅祖先呢，就叫做鄧符協，喺宋朝嘅時候開始由江西省搬落嚟香港，計起上嚟，離而家已經有成1000年歷史噶啦。